这件衣服啊，可是倾注了我好多心血，看看喜不喜欢。谢谢苗婶儿。我很喜欢。走了。小慧，老家来人，他想见你。小慧，爸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，给你做了一件衣服，你看。哟，好端端的给我做什么衣服呢？不是女儿一片孝心吗？哦，看看喜欢吗？女儿做的哪能不喜欢呢？嗯，走，回家试试去。好，我帮你拿。哎，走。哎呀，飞虎，你给我记住，在没有启动你之前，你依然是那个白慧。同志们，水滴工程进行到关键的一步，到了哪一步，我们不需要知道，也不需要问，更不用讨论。但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双手双脚，给水滴工程提供最安全、最可靠的设备。我们卯汉车间啊，是全场的标兵车间、光荣车间，所以吴瑞啊，咱这次焊接的东西，是不是季专家跟你师傅一起合计出来的？对我们的信任，那还用说？前辈给我们打下的坚实基础。我算看出来了，连专家都得听你师傅的。谁听谁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水滴工程觉悟。可自从稳定器的事情出了以后啊，别的车间主任在我这议论纷纷，咱们得要这张脸啊，是不是？是。这次任务，我们卯汉车间一定要鼓足干劲，加班加点，保质保量，争取提前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开工！哎，走！吴瑞，咱俩关系怎么样？没话直说。我看这次动静这么大，我估摸着水滴工程也到了关键节点了。这个以后我有没有表现机会，可就不好说了。你能不能跟你师傅说一下，通融一下？通什么？我想拜师。你要拜师？啊，我不抽烟。拿着，参加水滴工程不容易。如果要是能在胜利结束前呢，我能学点本事，我才算没白来啊！跟着牛师傅有前途。你拜我为师呗？那不行，你不是我师哥吗？我可没认啊。师哥，你帮个忙，我以后怎么带师傅就怎么带你。我买杯酒去。你想喝酒了？师傅好酒。好嘞，师哥，我这就去办。哎，回来！之后当着外人面别叫师傅师哥。为什么呀？大家都来拜师，师傅收得过来吗？好嘞。白慧，这都当护士长了，还自己晒床单啊？也没人帮帮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那你来帮我。好啊，这样，我求之不得。我知道你会来的。白慧啊，其实我最近天天想你，每天都在想，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啊实在是太忙了，没时间来看你。忙点是好事啊。你知道吗？其实你工作的样子还挺迷人的。真的？啊，对了，你最近在忙什么呀？这不水滴工程到了重要的节点吗？成千上万张实验舱的施工图纸都要分发给各个车间，这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。那你把总图分给每个车间不就好了吗？这样你也能省事一点。那怎么行？这你可就不懂了。这个总图啊，可是保密的，任何人是看不到的。
据我所知啊，只有韩厂长有一份，楚公那儿也有一份。哦，那你可要注意休息，多注意身体。我知道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。照顾。在这儿摸一下吧。哎。来跟我这。后边9号穿过去就是。啊。大爷，刚才那个穿西装的都问您什么了？他问我哪有茅房，我一看他是个干净人，我就想啊，往右走，穿过大街，后院9号老李头家的茅房最干净，我就告诉他了。9号是吧？对。行，谢谢您啊，大爷。还不客气。这里的景色很美吧？厉先生，风摆树梢，故人去。水映荷花，伊人来。飞狐，没想到你就是飞狐啊！南山少年班一共14个人，大多凋零，没想到你飞狐还在。自从启动你之后，你跟蚯蚓配合得非常完美。只可惜，楚怀秋、贺希文命不该绝，竟未能全。我来面见长官，不是来听长官表扬的。你很清楚，你的父亲就是鬼枭，保密局老人了，为什么迟迟不肯回队？那是他的事，我不会逼我父亲做他不愿意做的事。你应该不会忘记，你的亲生父母是被共党所杀，你就不想报仇吗？这次的磐石行动，需要我们所有人精密合作。没有我父亲，我一样能完成。说吧，什么指示？这次他们的封闭实验舱是生存实验，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。寇老师说，你一定不会忘了他的救命之恩，全力完成任务。孩子，别怕，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再伤害你了。我还会教你本事，让你替你父母报仇。从今以后呢，你就有一个新的名字，叫飞狐，好吗？寇老师都还好吗？他很好，他对你抱着极大的期待。事成之后，他会亲自到香港接你。飞狐，
你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，你要拿到他们封闭实验舱的总装图纸。据我所知，他们把图纸分成几块，各车间各司其职，没有几个人能接触到总装图纸。你刚刚不是说，没有你父亲，一样可以完成任务？是。请长官等我的消息。哎呀，老李，又在耍呢？耍一下嘛。没有，把老夫看看。哎，要得。老夫，老白啊，怎么样？最近心脏还好啊？还好还好。哦，那个药还按时吃呢吧？吃的。哎呀，今天怎么得空过来了？咋得空过来？饭，找老朋友聊聊呗，喝茶。老夫，哎，你还记得吗？4年前，我这托你帮我找个酒窖，没忘吧？没忘，这是我唯一没帮你办成的事儿。咱们卢门一共3个酒窖，其中一个市政修管道给扒了，还有2个现在都在酒厂。李，你一直找酒窖干什么？哎呀，有些事儿不大，但是呢，堵在这个胸口上啊，压得我还真是喘不过来气来。这个事儿要是干不成，我是有点不甘心了。你不说，我也不问。就凭你救我一命，我就是投工地，也要给你找出来。有劳你这心了。喝茶喝茶。哎呀，添麻烦呗。谁啊？谁？陆成，陆成，白慧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，白慧？陆成，救救我！有人要追杀我！追杀？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还记得那块钛合金吗？我记得，被我老师拿走了。被孤儿院救你命的老师拿走了。对不起，陆成，对不起。前2天我去看他，我跟他说我找到了可以托付终生的人，还把那块钛合金拿给他看，我说是我们2个的定情信物。他听到后特别开心，还说想帮我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上面。我当时特别激动，我就毫不犹豫地给他了。可是今天我去找的时候，他说他把那块钛合金送往台湾了。台湾？对不起，陆成，我没有想到我老师是特务。特务？举报他！赶紧举报他！我是想举报，我第一想法就是举报。可是他威胁我说，如果我敢举报他，就把你偷钛合金的事情说出去。不行，不可以！怎么办？不行，公安不会放过咱们的。陆成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还想找你要一样东西。还想要一样东西？他们要封闭舱的总装图纸。什么？用这个。那可都是国家机密呀！他们胆子也太大了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们说，如果你不干，就杀了我全家，还有你。陆成，我对不起你，
是我连累了你，对不起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呀？还有一个办法，他们说，只要你能拿到图纸，就会给我们一笔钱，安排我们去香港。我去香港干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我接触的图纸都是阶段性的，总张图纸我接触不到。我理解你。从认识你开始，我就很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。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。这件事情因我而起，我不会连累你的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我去找他们。不行，你这么做就是去送死。不然怎么办？万辉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杨师傅，您帮我看看，我这插的怎么样？你这插麻绳有意思嘿，啊，我是瞎插。还是怀疑我呗？不是，杨师傅，这事儿现在不还没有调查结果吗？我们也是一种调查方法，您别多想，帮我看看。说实话，当然了。不怎么样。啊？你这个是斜着往里插的，我们管它叫麻花插法。麻花插法？那这还有别的插法？是这样啊，你别小看一个小小的插钢丝绳，这里边学问大。就好比这个练拳分个南拳北拳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插钢丝绳也分南北？这个是工人用签子的手法不同。这个麻花插法呢是斜着往里插的，顺着这钢丝绳的纹路呈45度角斜着往里插，而十字插法呢是呈90度角直着往里插。所以这是北方人的插法啊？那南北是以什么来分界呢？这也就是个大概，就好比什么关外呀、天津啊、河北、山东啊，这些都属于北方。南方呢，就包括我们这地儿，还有什么武汉、上海啊，属于南方，大致都这样。啊，谢谢啊，杨师傅。那，你们看，这就是杨师傅说的北方人的插法。你看，他都是斜着插过去的。你看这个签子。虽然说已经生锈了吧，不过磨损的痕迹还都在，也是呈45度角，这就叫麻花插法。哦，你还会这个手法？那你也不看看，我学了多久呢？我跟你们说，这个不是还不知道，这里面学问还挺大。就是他这个，没事吧？行了，赶紧去医院包扎一下。没事没事，小伤口。这是命令，赶紧去。真没事儿。行行行，我去。嗯。你们再看一眼啊，这绳子上还有什么线索？北边的手法，红梅这个发现对我们来说很重要。卯汉车间几百人，哪些人是从北边来的？赶紧查。是。这好好的。工人的活你也学，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，就要自己亲口尝一尝。但愿这个案子能早点找到突破口。那你找到了吗？至少现在可以缩小范围。不过，
不许多问。白大夫最近怎么样？我爸还是老样子。哎，对了，哪天你跟大娘有时间来家里，我给你们做好吃的。哼，他呀，忙得很。红梅，有一个重大发现，咱们都忽略了一个人。那你们先聊。谁呀？穆公所啊，有一个人也会查钢丝绳，叫房凯，前2天刚请的假。穆公祖，什么请假理由？说是他老婆这2天要生孩子，明天才回来上班。卯汉车间没结果，来了个穆公祖。先调档案，明天去会会他。主公，你看，没想到啊，这厂子后面还有这么大的防空洞啊！这个防空洞呢，是抗日战争时期留下来的，原来就是存放一些军用物资。新中国成立以后啊，这儿就废弃了。就在我们厂后面，距离合适。你看啊，这洞口啊，选的也非常的有门道。迫击炮往这儿一架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附近呢还有水源，这要是粮草弹药备足了，一个排能挡住他一个连。韩厂长，你这打仗的也是又犯了吧？楚公、张局长、韩厂长，媳妇儿啊，这份怎么样？比我们想象的好太多了，甚至可以说远超我们的预期。洞内的湿度、温度还有气压都非常的稳定，而且里面的空间也非常的大。关于密闭舱周围的一切都有足够的地方安放。太好了！哎，你咋还不走啊？今天不是不加班吗？这就走了。这是要送到前功车间呢？对呀，他们不是加班赶进度吗？葛主任让我送过去。我去吧，正好路过，然后就回家了。你最好啦。咋了？没事儿，走了啊。但是他威胁我说，如果我敢举报他，就把你偷钛合金的事情说出去，他们要封闭舱门，从窗通知。他们说，如果你不办，就杀了我全家。还有你。从认识你开始，我就很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。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。白慧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主任，你师傅呢？啊，师傅在外边看料呢。怎么回事？您看看吧，又坏了。又坏了？哎，主任，您来的正好，这个机器又坏了，您赶紧给看看吧。这个地方是不是少了一个皮带轮啊？在我这呢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要我说呢，关键时刻还得是咱赵主任。这些名单上的人呢，都是从北方来的，一共有152个人，但是会插钢丝绳的只有21人。好，缩小范围就好办了。先不要声张，这21个人，我们逐个排查，我就不信抓不住他。是。白慧姐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
跟你说过，过目不忘。这个我觉得这肯定是有问题。哎，陆秘书，陆秘书，牛师傅，怎么了？哎，这次的图纸跟上次那张对不上。这图纸不就是按照编号对的吗？怎么会对不上呢？牛师傅错不了，你看看是不是印错了？哎，厂长在吗？在，厂长在。厂长，厂长，厂长，哟，牛师傅，赵主任，有事啊？厂办今天下发的图纸跟我前天干的活对不上。厂长，这图纸都是按照编号发的，不可能错的。先别争，我看看。你看，这个。你好，你们组长是谁？老张。哎呦，公安同志你好。你是组长是吧？啊。哎，小刘，哎，你先停一下，把那木头搬一下。好嘞。公安同志，我听丁公安说了，您是来找房凯的吧？对，他人呢？他说是来上班，但是又没来。他媳妇儿难产，被抢救过来以后啊，身体一直很虚弱，家里也没有个亲戚朋友帮忙照顾，所以他一直在家帮忙照顾。你知道他住哪儿吗？好像是河堤路登阁巷。好，我了解了，你先忙。哎，有事您再叫我。这图纸之前不都核对清楚的吗？陆成啊，怎么搞的？这图纸我也看不懂啊，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厂长，要不然咱们拿总图出来对一下吧。这么大一个工程，一点都不能错。牛师傅，我这有总图，咱们对一下。好。来这边，眼镜。这儿吗？
锁死了，打不开。哎，小梁，快去找人，快啊！来人呐，救火呀！快救火！没有人吧？我是庞红梅，快开门！庞文在里面。13、14、15，看出来了吧，厂长？这个总图上这个焊接口是15，你再看这个，你看这多出一个16，这将来组装的时候肯定对不上。老厂，这图纸都能弄错？厂长，这个图纸平时都锁在柜子里边，用哪张拿哪张，怎么可能错呢？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。没错。快，着火了！木工仓库着火了！快跟我来救火！快！哪着火了？木工仓库着火了！快走！这边，快！撞门！快撞门！组长，水来了！来，快住！里边有人在里面，庞关在里边。庞红梅，对，就是他。不行，这个太小，对，换不到。1、2、3！队长，厂区着火了，木工车间那边。什么？走去看看。厂长，木工车间着火了！着火了？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，你赶紧去看看吧，火势可不小呢。你赶紧去吧。哎，厂长，要不然你先去看吧。图纸的事儿就这样了啊，我和赵主任回去干活去了。好，去。陆成，谢谢你。为了你，我豁出去了。他们说，明天会有人去找你，你们一起去找韩厂长，其他的事不用管。可是，厂长会盯着我的。我想，他们会有办法的吧。1、2、3！快拿水！叫水！庞红梅，小心点，拿水啊！快！给我拿点水来！去拿水，快拿水！
季专家已经去救他了啊！注意安全！赶快，快打水啊！快点！季专家，怎么了这是？没事吧？我们晕倒了，送去上医院。快送医院！陈队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是不是事故，还是人为破坏。就这破仓库，什么值钱都没有，他们烧这些干什么？但是红梅刚才被困在里面，也许敌人是故意针对红梅的特务。到底是什么目的？很有可能是制造混乱。队长，李姐，马上组织力量去专家楼。是，童斌，马上去卯汉车间加强守卫和排查。是。其他人跟我救火。哎，韩站长。这边着火了，快去救火！快救火！陆成这小子，人跑了，也不知道把我钥匙收起来。没什么事了，你就在这医院里好好住3天。这次真是太悬了，要不是白慧急救的及时，还有季专家，要不是他及时把你背出来，可真就出大事了。好，你们聊，有什么事找我。谢谢。没事了。我真的要被你吓死了。季丹阳同志，你是专家，就算我在火场里，你也应该保护好自己，不应该来救我。在你面前，我不是什么专家，我就只是季丹阳，刀山火海，我也都不会让你出事。你不怕那么大的火就那样闯进去？没顾得上怕。现在想想，有点怕。但看你这个熊样，值了。你才熊样呢，露个大白牙，傻子似的。勇敢的理由，在你的眼眸，相对不用说出口一样的感受。无论去哪，结伴出发，执着于沉默。
表达。汇聚成铁流，献功赴同舟，青春中化成星斗，温暖在心头。那片静悄的山崖，长满了白花，管它雨雪和风沙。